性骚扰事件一直逼，今仔日查甫家人打压周基派。今仔日伫面册顶头指控讲，10年前去香港录影时阵，去互家人陈建州伫饭店内面甲伊性骚扰，甚至甲伊染条条。陈建州是透过律师强调，即寡指控拢是无证据，而且是无影无迹的。讲到最近愿意徛出来指控的人，拢是吞忍一段时间，就妇女团体建议讲，甲现有1年的行政申诉期延长，比照民事求偿有2年的时效。有被亲过吧？过去的事为什么要一直讲呢？来宾上节目别康讲，黑人陈建州硬要浸查某囡仔，当时大家周日派红点名回答，讲已经过几啊年。面册27写甲落落长。大家控诉，11年前去香港录节目，互迄阵的头家陈老板性骚扰，走去饭店的房间内讲要讲代志，搁从伫困房内几若摆用话语性暗示，后来雄雄按脚脚甲揽倒伫面床顶，伊搁讲后手搁有听到别人嘛，互伊用同款的招数拐骗。你们想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大家是按节目我爱黑社会出道。我因家和昆凌拢是迄阵的班底，因伫出席活动的时阵拢无做回应。互外界点名陈建州是请律师发声明反驳，无用阮任何恶意的作恶，强调家己的行为正派。大家的指控并无证据，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个家性骚扰直直逼，司法界同款嘛伫滚价。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前任庭改法院院长李伯道，防指控强揽女剥削。伫今年5月，司法院长柯崇立、秘书长林辉煌2人知影，同款互伊顺利退休，无伫第一时间启动调查。虽然司法院讲这是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嘛是互外界批评这案，甚至质疑司法敢会当保护人民。即使他已经退职。只要他有性骚扰的事情经过调查属实，他所领取的退休金、退职金都会因为这样的情形而受到影响。所以呢，并没有所谓的说他退职是安全下庄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形存在。司法院讲，因为尊重被害人，要求李伯道先自请退休，嘛照性别工作平等法采取即时有效的补救措施。性骚扰案件一件接一件。真侪被害人伫几啊年后才敢出声，恐惊超过刑事追诉期，无都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有很复杂、很惊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情绪要去处理，要让这个被害人先度过他自己那个创伤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绪。我想6个月是不足。丽影基金会讲，被害人伫事发了后，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适，建议会当甲行政申诉期1年，比照民事求偿期2年的时效。互被害人徛出来了，卖当互加害人为着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